大家好，我係蔡偉雄。如果大家都喜歡我製作嘅玄學片段啦，希望大家都會 like 同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亦都可以分享我嘅片段俾你個好朋友嘅。嚟到丙午晚年，屬牛嘅朋友今年喺12生肖排行榜裏邊排第1名啊！恭喜恭喜！得到呢個紫微啦、龍德啦同埋國印3大火吉星嘅幫手啊，可以說是非常之好運嘅一年啊！但係雖然運勢好啫，都要小心受到害太歲嘅影響啊，背後有是非啊！加上暴敗凶星嘅影響啦，生意同埋錢財方面容易會大上大落啊！做生意嘅朋友記住啦，好天收埋落雨柴啊！喺工作方面新一年得到呢個紫微啦、龍德啦同埋國印吉星嘅幫助啊，事業上發展稱心如意啊，亦都得到貴人上面嘅幫助嘅。但係畢竟流年都係犯害太歲啊，所以說話方面要小心一啲啊，容易有背後是非啊。再加上呢個天厄凶星嘅影響工作難免都會辛勞噶。好彩有3顆吉星嘅幫手啦，遇上任何不吉之事亦都可以逢凶化吉噶。至於財運方面屬牛嘅朋友喺新一年得到呢個紫微同埋龍德吉星嘅幫手有利於開拓新客戶啦，同埋新嘅工作領域噶。建議多啲同舊嘅客戶同埋新嘅客戶交流一下，建立良好嘅關係有利於日後生意上面嘅發展啊。但係注意啊，受到呢個暴敗凶星嘅影響啦，財運容易會大上大落啊。記住，好天收埋落雨柴啊！最後受到害太歲嘅影響小心競爭者惡意中傷啊，破壞你同客人嘅關係啊。至於感情方面新一年屬牛嘅朋友就沒有桃花星助命啊，所以感情就平淡似水啊。未拍拖嘅朋友就千祈唔好着急啦。加上受到一啲工作上面嘅吉星影響啦，較為碎心於工作上面啦。拍咗拖好耐嘅朋友啊，或者係結咗婚嘅朋友盡量平衡一下工作同埋伴侶一起嘅時間啦。多啲溝通啊，千祈唔好冷落佢哋啊。至於單身嘅朋友受到對宮嘅太陽同埋天空吉星嘅影響啦，有機會在外地或者喺本地網絡上面識到一啲外籍人士啊。但係始終都冇桃花星助命啊，愛情難以開花結果啊。而且同不太熟悉嘅朋友一齊約會嘅話必須要小心自己嘅安全啊。至於健康方面新一年受到紫微同埋龍德吉星嘅影響應酬特別多啊，必須注意飲食均衡啊，同埋做適量嘅運動保持健康啊。尤其是有三高嘅人士啊，特別要小心啊。如果要到外地工作或者係旅遊嘅話千祈唔好食一啲未煮熟嘅食物啊，尤其是係海鮮類啊。加上天厄凶星嘅影響啦，避免參加一啲高危嘅活動啊，令自己容易會有受傷嘅機會啊。